对94年到达第61线以西到关上湖面腊尾凉亭这个道路，因为长期破损无平，市府干务局争取中央前瞻经费，并委托7个公所来执行管理。该工程以路平专案的标准来施作，总长3.4公里，开2300万完工以后，大大提升安全甲排水。市长每天清明连假过后，特别前来关心成果，强调类似偏乡的道路，拢会一步一步改善。观光客要来七股赏鸟亭来赏鸟，黑面琵鹭赏鸟亭来赏鸟的时候，那个道路会非常狭窄，而且中间也没有做好排水。那我们经过内政部营建署跟台南市政府合作然后中央经费的补助，那我们把这个道路给优化。那事实上可以看到，这个道路不仅是路面平整，而且宽度也蛮够的。那中间的这个排水也做得还好。那所以说，我相信在今年下半年黑面琵鹭季节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更好的叫道路品质来服务观光客以及赏鸟客。那同时，在平常非黑皮季节、非候鸟季节的时候，这个部分的观光道路也是非常的宽敞，所以我觉得都很算是对于我们一些地方建设的一个促进。据了解，市府争取前瞻计划甲推动路平政策，也是会以地方的特色、热门景点的另外道路优先，同时加强环境绿美化，除了顾民生，互当地居民好出入，嘛兼顾观光门面。台南新闻，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